迎大家嚟到我哋 Gary Sir 法理人生節目。Gary Sir 正氣凜然、大公無私嘅形象，其實喺我哋廣大市民嘅心目中已經係廣為傳頌㗎啦。咁當然啦，大家諗起警察咁一定係有治安考慮。觀眾好想知道關於治安啦，咁佢哋最大嘅顧慮就係家居安全。咁我想聽下阿 Gary Sir 咁多年從警嘅經驗，從你嘅角度有啲乜嘢嘅家居安全嘅 tips 可以分享俾觀眾咧？嗱，首先嚟講咧，講到家居安全咧，就好明顯，即係有人入屋爆竊啦。咁但係點解有人入屋爆竊咧？其實所有罪案都係嘅，因為一個三角形出現咗，就係包括犯案人士嘅能力啦、犯案人士嘅慾望啦，同埋被犯案人士有機可乘咧，即係機會啦、能力啦同埋慾望。你諗一諗，一個人嘅慾望咧，你係阻止唔到嘅。我口渴我要飲水㗎啦，我肚餓就要食嘢，啱啱聽先？好啦，另外一樣嘢就個能力啦。個能力可能我有攻擊性武器，可能我用個拳頭可以制服你。機會啦，嗱，機會咧就係所有人都可以咧係令到將你成為受害者嘅機會降低嘅。所以今日咧，我可以同大家講下咧，我哋點樣將入屋爆竊嘅機會咧係減到最低。非常好啊，因為呢個真係好切實可行㗎。因為 Gary Sir 完全唔係講大道理，係講人話，即係講我哋大家都識聽同埋可以做到嘅 tips 俾我哋。咁我哋洗耳恭聽。首先嚟講，咩叫做入屋爆竊咧？就係話係任何人士未經許可係進入一個物業或者一個房屋裏邊係有意圖去偷走啲嘢。咁哪怕呢個犯案人士離開嗰個物業、離開個屋企，就算冇攞到任何嘢咧，都係叫入屋爆竊。咁入屋爆竊通常嚟講咧，都係會透過一間房屋嘅側門啦、後門啦或者前門入去嘅，可以撬門啦，可以打爛玻璃啦咁樣嘅。咁所以咧，既然大家都知道乜嘢叫做入屋爆竊咧嚟講咧，咁我就可以亦都順帶講俾大家聽，究竟係點處理啦。記住，入屋爆竊英文叫 break and enter， 入屋行劫叫做 home invasion。入屋行劫係咩意思咧？就話犯案人士明知屋入邊、物業裏邊有人嘅，佢都要強行入呢間屋，目的咧就係攞嗰啲財物出嚟，呢叫佢入屋行劫。記住，若然發生入屋行劫咧，一定要即時打911。點解咧？因為呢個案件仲係發生當中嘅，但係 break and enter 入屋爆竊咧係事後噶嘛，就唔需要打911，係打非緊急電話號碼。咁當然啦，你住唔同嘅地方就打唔同嘅非緊急電話號碼。以市民為計就係604-278-121。咁好啦，另外當然都有人好奇就會問，究竟入屋爆竊邊個時間發生多啲啊？嗱，我問翻你啦 ，Angel， 你可唔可以講俾我聽咧？邊段時間會比較多啲？冇人喺屋企嘅時間，係咪啊？都啱嘅，證明有聽書，呢個就有屋爆竊啦。若果唔係就入屋行劫啦，係咪？係咯。嗱，我可以再詳細講俾大家聽咧，就話通常就係首先入屋爆竊咧係有兩種嘅，一種咧係叫住宅嘅入屋爆竊 residential， 一種係 commercial 係商業嘅。住宅好明顯咧發生多數咧都係日間嘅，點解咧？可能有人翻學啦，翻工啦，出去玩啊各方面啦。夜晚咧就少啲發生嘅，因為屋入邊有人啊嘛。商業上就唔同啦，夜間發生嘅，點解啊？放晒工啊嘛。所以咧其實入屋爆竊咧都係有時段之分嘅。咁一年四季裏邊有冇話邊啲旺季咧？其實邊個月份都會有發生。不過係咪挨年近晚會多啲咧？係啦，聖誕節啦，挨年近晚，因為啲人出去辦年貨啊，參加啲派對啊，屋企咪冇人啊，同埋你都知啦，天黑啊，係啊，可能又落雨又落雪，係咪？夏天咧又好極端喎，都多喎。點解咧？因為夏天咧啲人去外遊啊，咁就另外好興咧。如果你住嗰啲獨立屋咧，開晒啲窗，係啦，咁可能你話開晒啲窗有關咩？當然有關啦，要容易啲入去啊嘛，俾啲機會佢啦嘛。冇錯啦，有聽書真係嗱。仲有我又深入啲講點解可以容易啲入去啊？因為咧獨立屋好多人咧就正所謂叫 handyman 啊，好中意自己咧水間啊、清洗屋頂啊，佢有梯啊嘛。個梯咧佢就擺喺屋嘅側邊嗰度，啲盜賊咧就用條梯
俾埋條橋佢啦，係咪啊？俾埋擔埋梯俾佢，冇錯啦，係佢就上2樓，係啊，佢唔使推一部窗，你部窗係打開噶嘛，入去入邊攞個枕頭袋，就攞啲金銀珠寶首飾就沿路走，跟住咧佢就投訴喎，喂，我每個月俾咁多阿冧Alarm Company，係啊，喂，冇理由喎，唔關Alarm Company事嘅，係你間房冇 sensor，你點會響Alarm？所以咧就係話，有時都要諗一諗，主人房都要擺啲 motion sensor。夏天你都要加埋到窗門。啱，所以等於就係話，當我哋明白咗個三角形嘅關係嘅話咧，即係要做我哋可以控制到嘅嘢，就係減少啲盜賊嘅機會啦。係啦，咁當然啦，即係你每一種案件咧、罪行咧都有預防嘅分別喺度。譬如你唔想俾人偷架車，當然有佢個方法啦；唔想成為被網上欺凌，梗係有方法啦；唔想俾人詐騙，當然有另外個方法啦。其實最重要一樣嘢就係防止俾人有咁嘅機會，有機可乘。啱，防範於未然啊！千祈就唔好亡羊補牢，即係發生咗先至去後悔。係啊，同埋咧，亦都可以即係因為時間關係啦，咁可以同大家分享一啲重要嘅 tips，就係話其實啲賊咧並唔係懶嘅，佢未犯案之前咧係直頭所謂叫踩線，睇下邊間屋有機會入去，邊間屋唔好入。咁咧，我可以同大家講嘅就係話，當你哋外遊，你一定同啲鄰居咧講聲，到時到後你幫我推啲垃圾桶出去啦，回收桶出去啦。盜賊咧，佢以為你入邊冇人咧，有機可乘就入屋爆竊啦。即係都要擺下空城計嘅。同埋有啲咧就係買完個電視機之後咧，我入屋爆竊完之後咧，點解2個禮拜之後又爆竊嘅咁？咁梗係啦，你買咗新電視係人都知啦，你個盒等咗出邊。係人都知道買咗新電視啦，係咪啊？所以就話，若果你真係有部新電視、新電器，唔緊要，將嗰啲盒界碎佢，入落個 garbage bag，係咪冇咁容易俾人感覺你買咗個新電器咧？即係財不可露眼呢樣嘢嘅話咧，都係自古以嚟嘅歷史嚟㗎啦。係啦，同埋即係當然啦，即係間唔中，以前有拘捕啦，而家就冇啦。但係間唔中都有啲廣告咧，就喺flyer，係啊 flyer 嗰啲咧，最緊要咧就係，如果你外遊咧都要叫鄰居咧係預早幫你收起佢。其實目的俾人感覺你入邊係有人，哪怕你夜晚短時間出去出邊咧，其實我成日都覺得最好咧，你將個百葉簾咧就唔好閂晒，慳啲，令到佢咧以為入邊有人喺度，即係喺屋企入邊嘅。所以電視機唔好熄，將個音量較細少少。咁你喺出邊咪聽上嚟，以為入邊係有人。係啊，因為咧啲賊人都係取易不取難嘅，因為如果你即係我哋叫做有心人裝冇心人，如果冇心嘅話，咁好多嘅家居安全嘅事情就會發生㗎啦。係啦，咁另外當然啦，若果發覺即係呢幾排你間屋好多時有啲人搭單車啦，或者係坐喺架車嗰度好耐啦，其實你可以報警嘅，因為你永遠唔知呢啲係咩人。可能係正所謂踩線，睇下你幾時出入屋企啦。咁你可以打電話，但係呢啲電話你當然唔使911啦。你打非緊急電話，咁警察就會派人去睇下究竟呢個係咪可疑人士啊，各方面咁樣。明白嗱，今日咧好開心 ，Gary Sir 係講咗好多一啲內幕 tips，令到我哋普通嘅市民咧多咗好多嘅一啲防範嘅意識同埋知識，所以我哋好多謝 Gary Sir，多謝你。